去投桃。救他一命，没有热气，我要马骨兵招。公子，我有热气，快点扶过来。是，前面我有小小两锭，去揉一揉。为我着王是谁？王我着，等会儿你先下去。我没有事，没有事。请问你这位爷的？窦相公。
己不病，我不可能见死不救。请问你姓甚名谁，愿往何处？恩公有病啊！卖家。万岁报本是路难人，王岁报城门恩公来相聚，来世叮当，穷爱忙当。口台鼓声来一响，我劝你莫为此事太伤心，希望你做金荣莫灰心，常言道内儿烈士有情真，我将本是福建人，三是名叫周备清，我谋找你名观音，家中豪富有名声，见你懂事心不仁，我问你可有亲切再去投本恩？说罢全无同一人，举目父亲孙错本，梦里有月生子婚，出言父女都同心，见死不救心爱悲，我见你父母双亡同一人，来跟我一同为家门等，我知你公子肯不就知不得谢他恩，有缘，情义放于身不情，只要你愿意跟我回家就好。只要随你报父妹大恩大德，记在心。多谢恩公收留我，你叫王瑞宝，真是家道清贫，没有依靠。我看你落难书生，无此为生，我好心收留你，带到我家里，才是我张王先生。
一边读书，一边做张王先生。等他毕之年，我再放你上京归考。多谢恩哥，我不要你这么报恩良事，只要你平步青云，大家一切安好。真是好人呐！这副哎，公子，将这位公子一同带回家去。是公子请。走吧。多做一件好事，引瑞皆得。大爷出门去水账，我在家中等夫郎。妾身才是裴大爷最美情，夫妻恩爱。我与大爷再婚多年，常为产下一儿半女。到后来，我大爷又娶儿房，为我在家产下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。只一拜大爷出门水账，都这么长时间还没有回来，真不叫人担心呀！大爷他秋天出门把账收。今到冬天里回来，毛大雪满天飘，一人心着急。大娘，大爷回来了。大爷回来了！哎呀，大娘，总算回来了。水宝啊，快来接过大娘。水宝拜见大娘。是嘞，是嘞。水宝，谢大带这位王公子到书房里用过宝菜，沐浴更衣。是，公子请。好，告辞。哎呀，大爷！啊，你总算回来了，可把我想死了。来来来，坐坐。哎，大爷，这么长时间了，在娃身体可好？托你嘱咐，身体安康。哎呀，今天回来了。好就好。哎，大爷，刚才这位年轻书生，他是谁呀？他叫王瑞宝，王瑞宝家是扬州人。因为他被强人所害，东施西地，无家可归。我见他可怜，带到家里来了。哎呀，是这说起来，大爷，你还是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嘞！生活着总要多做好事啊！对呀，救人一命，心少切结为度，做得好，做得好啊！大娘。大爷上来我自己。若乃相亲当
子怎么样啊？哎呀，你放心，我们两姊妹抚养一个儿子，难道外为亏待他不成？我的福气真好，有你大娘，还有二娘，两房妻子照顾我，我的运气真好，而且我还生了一个儿子。我走嫁以后，这一次我生意特别兴隆，为家来好好陪伴你。大爷，这儿子虽然不是我亲生的，乃是二娘生的。一样的，你是他妈妈。对呀，我是他妈。那我去找儿子去。哎，不许去！好了，我为你接风洗尘，把儿子与二娘交到此地，不就是了吗？对，叫你妹妹还有你儿子一同接风洗尘。快把你接的来，大家娘。园，大把酒宴为我大爷接风洗尘，再把二娘与小公子请来。大爷，哎呀，大娘来，呀到家多得好。当然了。女儿走吧。我女出门去青云情，谁料到石沉大海无音信，身揣重去不堂，怀起来回不来一回，家门娘我啊，弟弟，天外的东大西纷飞，为母实在走不动了。你照顾的避风的地方，想弟歇一会。哎呀，爹，你看，前面那是一次凉亭，不知道凉亭之内再去歇上片刻。走吧。爹，来。爹，你要多睡，慢慢来啊。爹，来到了。爹来，快坐一位。爹，哎呦，这运动了有大些风风，好冷啊！来，少女儿为你暖暖。娘我啊，爹，爹，这怕今日是顾不了了。你不要这样想，你会好起来的。是爹连累你，至今我心怀重病，寸步难移。你只知道的在哪里呀？我寻不到于他，爹是死不瞑目啊！爹，
所以你一定要撑下去，更要我一起找到自己，与我一家对去。可怜的娘子亲亲，更滴受泪。娘我啊，爹上有沙一场两多，你一个人到哪里去安生？你叫爹死了安心。你不要说这样的话，因为我不能没有你，你一定要好好的看着女儿。爹有话要说，你且牢牢的记着啊，凤儿。听我讨来。亲长，亲长。
上去。娘哦，爹，你好冷啊！爹，爹要找你，找你娘，你娘来了。想看你娃娃懂事我事，你留下了让我一个人，你讲我是何时好？你叫我去何种啊？大娘，大娘，你快醒醒！有一位老人去世了，一个可怜的女子在地哭呢。大娘，你醒醒！大雪舅家，人家的是介绍贵贵，我还是回家去吧。菊香啊，你我刚刚从庙中拜菩萨回来的，自卑为外，难道这个道理你都不懂吗？大娘，有道是多一事嘛，不是少一事，那就不用去管他。又不要你去管。好，大娘要归你去管，我到那边去等你啊。好。弟弟，你这位姑娘请了。原来是位贵妇人，见贵妇人。是嘞，他是谁？你们又是何人？怎会在此呢？贵夫人，我也好心动吧。是的，你是我堂上弟弟。你弟弟？我们本江西人士，只为想当初一家之人分散，
我弟弟带着我一路寻找我家姊姊，才知道姊姊到围城找到，老弟弟却是命丧异乡。哎呀，这大事纷飞之中，我都是我死在两定之中。哎呀呀，三姑呀！夫人问我来，从今月何去何从？我也不知道。是今爹娘亡故，又为人找到姊姊，我不知道从今之后我该为生何处。那么你愿不愿意跟我为夫去做一个下等之人？夫人愿意收留于我，真是多谢夫人了。你家弟弟的尸体，我会派人把他好好埋归正葬。多谢贵夫人。来，快你身上衣衫单薄，都为了你。多谢夫人。这是我家弟弟他。你放心，就让他再知一回，我即刻派人把他永为夫妻，好好埋葬。多谢夫人。菊香，你看，哎呀，大娘，贵夫你的人有心衣裳呢？收留女儿，怎么到他的身上去了？你可要多晚点呀！哎呀，也就在此些爱心。我看他可怜，把他带回府去。侬不是带了我里向去啊？是啊，大娘，可是打不得个。为什么？侬了默默想个人啊，来路不明，去路不白，眼睛乌溜溜，不是好朋友，不要打枪。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呀？他本来就是一个落难之人，什么来路不明、去路不白的。好了，我已经做主，把他带回府去。哎，大娘，搿既然侬答应，不就带了个屋里向去嘞？搿带去做啥啦？与你作伴。也是做得你去啦？对呀、搿好个，搿我同意个啦。好了，姑娘，我们还是走吧。哦，那我弟弟的尸体，你放心好了，菊香，哎，即刻派人把老丈的尸体好好埋归正葬。我晓得个啦。走吧。来来来，跟来，大娘回家了啊。弟弟。这位心头事，昨夜挂心事。历史湘江水，滔滔不断流。愁是翠阳雨，
一地一生存，妾身追梦历史鸟风，陪他一追陪亲。世上曾是鸟风从小，一家13被骗入情人，蒙他以好心接我怜爱，将我所生未来做主儿王。更是知之垂之，他也是一个善良之人，不言弃于我，姊妹相伴，情同手足一般。现在夫妻恩爱，膝下产下一子，只为最佳与后代之人。唉，谁知鸟凤在最佳日享不尽荣华富贵，这叹相持13情人，不知父母与同妹妹可非爱念。思想起心头之事，真叫人挂念哦。相吃了鸟凤从小生情人，相吃的娘我常挂心。红衣包装送赶归，李子堂高堂上青，空爱不知一家人何时才能够团聚哟？妹妹啊，妹妹，好像是芝芝在叫我。妹妹，芝芝，妹妹，你回来了？回来了，来，让我抱抱我的宝贝孩子。哦，大妈子，大妈子，不要哭。你笑啊！看你回来就笑了。妹妹呀，你真是辛苦了。哎呀，哪里，芝芝，我不辛苦，辛苦的是你芝芝。哎呀，我哪有辛苦啊？我就是想辛苦，也辛苦不了。不像妹妹你嫁到我这家，一年就生下了白白胖胖的儿子。我啊，嫁给大爷这么多年了，
都没有生出一个女儿子来。你呀，是我最佳的大功臣呢。哎呀，芝芝，何出此言？我的儿子也不是你的儿子吗？对呀对呀，你的儿子与我的儿子是一样的，只不过啊，叫我是他娘，叫你是亲娘。芝芝看你，妹妹呀，我看你这样子辛苦，你不知道今天我在国营国中八宝山回来半路之上做了一件好事，芝芝在做好事，你做了什么好事？我救来了一个人。啊，你救了一个人，那真是做了一件大好事了，好人有好报。我已经把他带回府来，请你做下的。叫我做下的。对呀。哎呀，芝芝，你不用费心了，我不用人照顾，我自己可以。什么自己可以呀？我是有野外的，你身边连一个照顾你的人都没有，我就把他带到这里，你就不用客气了。你在这等着，儿子我跑去了，你们呀熟悉熟悉啊。那只是多谢芝芝了。哎呀，自家姐妹不用谢吗？送芝芝，不要送，芝芝最好。姑娘，哎，来，姑娘，大娘，姐妹儿去服侍大娘，去接过道理啊。我知道了。大娘啊，哎。结果二娘啊，这位姑娘免礼了。谢二娘啊，姑娘，二娘，你我初次相见，你来到我祖府，从今你我就作陪。我倒有几句话要问你。多谢二娘。从今之后，我来到你的身边，我一定会好好的服侍二娘的。好好好。二娘，你有什么话，你就尽管分来。看你这般年纪，不知你是哪里人？你为什么流落在外呢？姓甚名谁？你可非与我说个明白？二娘，多蒙人今日问起我的身世，我不识你怎会知晓？二娘，哎，用兵啊！不要难过，有什么事与我说吧啊！
亲也是在从平，两地传奇名归矣。倒是可怜啊！绿月我恰逢他娘来相聚，待到府中把小爹娘将我爱在身，几几分别对不真，是我的一则告示分。今日里出门把几人，短短讲。师傅的一袋，是啊，那你可以带在身上，带在身边。可否让我一块？俺娘请看。
尽头大雨。心泪洒身，我以为今生难日见情深啊！几年，可怜他临死难相见。今日日见知知安居等江南，太原你我稍稍问情，去想不到你母一病，永不相去此之了。弟弟，女儿对不起你啊！芝芝，可怜弟弟在那大石纷飞，两天之中深水中病，我懂事我事。他在临死前一定要让我找到芝芝，想不到弟弟在往前路上未曾迷茫，现在知道让我找到了芝芝，他一定高兴，他一定在往前路
路上笑了，亏是你我姊妹相知。妹妹，梦苍天有意，今日子母的真对，让你我姊妹重温。弟弟亡故，生死不能复生，愿他在亡前路上安息。待我禀令大爷知道，接弟弟去重见坟墓。妹妹，你放心好了，从今之余，你在侄子身边，我可以好好照顾于你，姊妹再也不会分开了。弟娘在亡前路上一句瞑目了。来，不哭不哭，今天是喜不是悲，我们都不哭，我们应该高兴姊妹相会。侄子，你我明早就姊妹一起前去祭奠弟弟。好，我一定禀明大爷知道，我们前去祭拜父亲。哎呀，妹妹，你怎么了？哎，侄子，这几天我是来了。啊，侄子明白了，你一路之上一定受了不少的苦，看你瘦成这个样子，侄子看了真是心痛。来，你先进上去，好好歇上一觉，待侄子接你去准备一点吃的，让你补一补啊。好，那我就先到你床上睡上一觉再说。对，好好歇上一会啊，好好睡。妹妹，你好好安息啊！哎，对，想不到侄子居为一个人，竟算是我同胞的妹妹，失散这么多年了，竟得难得相聚。看妹妹瘦成这个样子，身体虚弱，让她好好睡上一觉。我还是亲自下旨为妹妹炖上一点补品，让她好好补补身子。二娘，二娘，哦，酒有点还多了啊。从酒醉人谁一用？哎呀！外旁一笔为人家饮，夜里卷衣马路哎，二娘，二娘。二娘，陪得一道二娘望中。哎，酒喝多了。哎，二娘早就爱人了。哎，二娘，好几天没有看到你了，今天特别的想你。二娘，你怎么又生气了？你不理不睬我，不声不响，你又睡什么了？啊？二娘，二娘，二娘，来来，亲一下，亲一下，你怎么了？二娘，哎，放开我！
当我做什么？妹妹，你怎么了？妹妹，妹妹，二娘，你怎么早起过来了？嗨，儿女。好，到底不知。月姐，你好。莫名其妙啊！那你冤家我是谁？尽管做事太荒唐。到底谁呀？你黑。发昏了，交贼了！我不知道，我以为是我二娘。哎呀，原来是我小姨呀、小姨当娘子了！哎呀呀！不对，我小姨是黄花闺女，要垂杨出去，害她走这么走人，该死！我真是该死！唯一想不开，头死了，闹出人命！啊呀！嘿，等等我，等等我！千万不能这样鲁莽啊！姐姐，他是谁？他是谁？他怎么来到你房中？你告诉我他是谁？妹妹，他非是那个，他就是你的师傅。什么？他是我的继父？这个衣冠禽兽，他颠覆了我清白，我不会嘲讽他。妹妹去证告，我要去告他。妹妹，你要做什么去？我要去告，我要去告他。妹妹，你千万不能做事冲动。我知道，你现在受了委屈，他乃是你的继父，他乃是我的丈夫啊！姐姐，要是你去告了他，
从今之日，你就知知依靠无人。万一你年小的外甥儿，他本来没有亲生母亲啊，不，他虽是知府，可他怎么能无知非为？知知，你为了你自己，为了你的儿子，你可以劝我原谅他。可我不是父爹父娘，只有自己一个亲人了。如今我情不自胜，遭了颠覆，你叫我人怎么办？你叫我妹妹，我知道你是委屈了，是他不好，我给颠覆了你王花闺女。可事已至此，也难是挽回了。妹妹，你听为妻相劝，为妻也有为妻的苦衷。妹妹，为妻求你了，我不想去。妹妹，啊，妹妹呀，劝妹妹莫且听为知话说明白，你知他并非是下流人，独自为东厂为与东哈之悲，为家居在来无为，他当你是我来错待。妹妹呀，你啥到公道讲他讲，妹妹知知，从
我才到衙门去诉状，岂不是害得知己心淌酸？几知夜里求心头痛，叫我要我一时看难开。我想你快下去。知伤心归在第二层，来留外面心痛心。当时进入上房已不在，只有知己一个人。知呀，小妹听从，知姊妹相逢永不你答应回去了。姊姊，我答应你不去告他，可是我这王花闺女失了贞洁，你叫我手怎么办？你叫我手时我再去嫁人呢？妹妹放心，你只要答应回去不去告他，姐姐替你做主，替我做主。你一切听我的，等着啊！哦，出来，进去。二娘，我真的不知道，这是故意，不是故意，这是无意的啊！我来问你，问我啥？你怎么打算？怎么打算？那，你说要赔多少银子啊？银子？那，你我要什么？你以为银子把什么事都可以办了吗？那这是女人家的真情命运。那叫我怎么办呀？怎么办？你自己想。自己想。那我去北固道里。啊，那，二娘，对，我想起来了，事已至此，要不然将你妹妹、大娘、二娘都记三娘啊，三房，此话是你说噻？啊，可以吗？那你与他去讲。哦，怎么啦？
有点不好意思啊。这有什么好不好意思的？你还不好意思？哎，我不知道的呀。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妹妹叫月娥。哦，月娥。啊，月娥妹妹。肌肤不好，救济无事。我不是故意的，你不要伤心。从今之后，大娘、二娘，你做三娘。你们姐妹两人同赴家牢，我家中不为好妇，我会对你好的。你信不信我啊？不要伤心，不要伤心。大爷啊！总算我们姐妹同意，只不过家里还有大娘呢。哦，对，放心，你安慰你妹妹，我把你姐姐去叫来啊。哎，少说几句啊。哎呀，还有一个啊。不要担心，有我在啊。哎呀，大爷，你做什么？哎呀，今天也可以，我大娘，真漂亮。好了，你肯定是有事要举我来了。对，有事。什么事啊？月娥的妹妹找到了。啊？在哪里？在里面，他们有话要对你讲。来。芝芝，阿娘，你好端端的回乡来做啥？芝芝，你要听我做事啊！哎呀，到底什么事？起来再说。芝芝啊，孟芝芝将我手里回来的，这位乃是我的妹妹。啊，这是你的亲妹妹。哎，做得好。要多谢芝芝了。大娘，你做得好啊！哎呀，真是保守保佑啊！哎，是啊。想不到就来了一个妹妹。正是你的妹妹，也就是我的亲妹妹。哎，对，都是一家人。是啊，只不过还有一件事。为什么事？那我的妹妹虽成这个样子，她身子不伤，我和姐妹相认为累她在我身上，让她好好休上一回。我倒指望为她做点吃的，谁知等我回房之时，大爷他，他竟玷污了我的妹妹了。大爷与他这个对我妹妹她是委屈了。哎呀，我不是有意的啊！你放心，为妻我替你做主，你切莫伤心。哎呀，我真的不是有意的，不是有就是有意的。就这了。难道就可以胡作非为吗？她可是王花闺女大姑娘，你尽管做出这种指示，这哪里去啊？不当成告。告我？对，坐牢？告你坐牢。我坐牢了，你有什么好处啊？有道是家丑不可外扬，我坐牢了，你不是休空亡啦？你不是要做寡妇啦？哎呀！难道就让你这样子睡啦？此事不要声张。大娘、二娘、三娘。好啊，亏你不出的，平时老实的，想不到你一见姑娘，你的眼就红了啊！不是这样的呀，大娘，人家王花闺女这样出去后，这样做人，那我就顺水推舟做三娘，你没有意见吧？当然有意见。嗨，你有意见后，到你房中多来啊！哼，亏你不出呀！你倒是开心的很。我开心什么？大娘、二娘、三娘，妻子越多越烦恼啊！越多越好。哎，好啊！不好！我一切事情听我大娘的。好了，
心喜欢。人家可是王花闺女，不知道她答不答应你？嘿，他答不答应嘛？你说的谁呀？你去讲啊。你再过一遍，我去问问。哎好。哎呀，妹妹，大娘，都怪我这个药家不好。他平时为人是好的，他是喝多了酒，一时糊涂做错了事，既然没有成罪难以挽回，那么你就做一个三娘吧。哎，三娘好，我与你说话的完，我们三姐妹同父家老，不是很好的吗？妹妹，大娘啊，东方你愿意收留你母，起来，你的大恩大德要我牢记在心，我所以一定会好好的报上于你的。同意就好，同心支持，宽宏大量。你呀，自家姐妹话要怪什么嘞？为是我大娘真大方。对呀，大方是大方，大娘、二娘、三娘，这样子大方，你以后呀再来一个四娘、五娘。哎，这也不要了，三娘已经够多了。懂啦？芝芝，回家去，妹妹。我要跟你梳妆打扮。对呀，尽力而去，接妹妹梳妆打扮，即刻接她玩玩，多谢支持。这个妹妹，快去吧，谢支持了，谢支持。去吧，妹妹，去吧，去给我衣裳。大娘，当家就是靠你了。一家里面当家不好，这家就不像样了。见你讨妻子，这家子当得好。哎呀，这是一个无意之中，大娘不要挖苦我了。好了，废话少说，尽力而去，梳妆打扮做新郎啦。啊，今天做新郎官了。越快越好啊！哦，越快越好。啊，没有，请你，请我大娘的来。好，进来。哦，来。这样。自从来了这几人，害得我一天到晚忙不停。要到他娘挑是非，天要爬去也中的。搿人的是气死了，搿日子啦，我家大娘啦，不就打到屋里向来了，本当是做下等人了，搿我心里向多少高兴了，搿伊由我插起来，想不到啦，打到屋里向来，做起三娘来嘞。喏，本当我一个人服侍大娘、二娘两个人的，想不到又来一个三娘，害得我一天到晚都忙不停了。搿早子落去，我是人家吃了死嘞，搿哪个弄好了？心里想想多少个气嘞！搿种人也要我来服侍，哼，没介好福气个。哎，阿拉大娘搿人啦是热心肠哦，跟我啊，我是到几个里向去盘弄是非去，不就屋里向弄了个7点8到，哼！唉。天下事情实在巧，带来姑娘是二娘嘞。
大娘，请喝参汤补补身体。好。咦，大娘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呀？没有啊，咦，你的脸上这样憔悴，你看，好像昨天晚上没有睡好觉哎。还也缺出来了。对呀，大娘，你怎么了？没有什么，不知道为了什么，夜里就是睡不着。哎，侬也是女人家，我也是女人家，我晓得侬困不起来。大娘，讲来讲去啊，侬个人啊，太老实了，心地善良。啊，当初个辰光，我叫侬不要打雷，侬偏啥打雷？搿早子打雷，做起三娘来噻。这也是天意，怨不得别人。哪能怨不得别人啊？搿种人就是没良心啊！侬把大姨抢走来，搿侬搿俩心里向肯定一定不难过噶。哎呀，菊香，都一家人了，团团圆圆、和和睦睦的也是好的。哎，侬么得就真心真意一样的，好像亲姐妹，伊拉两个人可是同爹同娘生出来的，跟侬是不一样的啦。哎呀，都已经是自家姐妹了，有什么不一样的？大娘，你可知道，大姨好几日没有来过了吧？对呀。本当她今天可是要到你房中来的哟。哎呀，他们乃是新婚夫妻，不来我的房中是正常的呀。哪能正常啦？侬晓得不啦？我不讲出来嘛，侬不晓得啊？我讲出来啊，侬气也气死嘞！什么事情我要气死啊？侬不是讲过啊？叫我去不是二娘三娘？对呀。搿侬晓得伐？我刚才去送参汤啦，搿是我无意之中听到的。听到什么？听到二娘遇到三娘两个人啦，搭大姨来讲话。喏，大姨讲，哎哟，大娘嘛去忙过来，到这房间里向陪陪去。侬晓得这两个人啥个讲讲啦？他这样说。伊拉两个人讲过来，大爷，你不要去，有我姐妹作伴，你还要大娘做什么呀？你去陪大娘，再陪大娘也生不出小人的，搞得非伤了。生我不为哎呦，大娘，生，就像他也杀出我心二娘姐妹做事伤了心，说什么我不为生养才一句句话大娘，侬介伤心做啥啦哈？侬如果气坏了身体，搿伊拉两个人不笑死在啦？搿种人就是没良心啊！讲来讲去啊，侬聪明一时，懵懂一时，侬对人家好，人家又不对侬好，侬是没依靠呀。到如今，我后悔也没有用了。后悔啊，不要后悔，我看看我来得及噶。什么来得及？侬想想看，大姨个人啊，要侬大娘，又来个二娘、三娘，到对十月啊，又来个四娘、五娘，根本侬真当一回事嘞。他是当家的，他要娶妻子，我有什么办法呀？哪能没办法啦？搿既好娶妻子，搿侬不能好偷男人啊！啊？你在胡说些什么呀？大娘呀，大娘，侬老是为伊拉着想，侬自个想想看，侬凭侬个卖相生得好，身材介苗条，侬年纪介轻，难道侬要独守空房啊？侬以为大姨个人是酒醉不三娘两个人一起噶？那么我问侬嘞，二娘，大姨也是酒醉吗？
其实啊，他一个人啊，几个人是被老实个啦，花花心肠啦，几个女人爱一个啦。对呀，你一言到底信了我。想当初他把二娘带回家来的时候，他也是这样子对我说的。就这了，你想想，二娘是哪里出生的呀？她连这种地方都要去，难道有4娘、5娘、6娘，我们没有吗？对呀，那怎么办？以我之见，侬啊就找一个男人来一个依靠哎。对呀，他可以娶这么多的妻子，对个，我难道就没有别的男人吗？对个。老来东讲，年轻不做风流事，老来后悔来不及个啦。那去找谁呀？找啥人家？哟，谁？我里向个张王先生啦。王帅帮？对个，侬不晓得个，我不就看到了。侬只要侬大娘往前面前走来走去，几个两只眼睛了，老是对侬看了。听你说起来，他看见我是喜欢的。他有情，就是没有这个胆呀。哎呀，好啊，王帅帮倒是好的。对个，这年纪又轻，比大姨我长得好。只要大娘侬啊，也去对伊好，搿记到时月啊，可是侬个人嘞。对，就这样子。那不过你放心，搿要等机会个啦。对，对机会。大娘，侬想来想去，为自个想，老下来东讲，三家等摆不平个。我听你的。对，侬要好好梳妆打扮，打扮得漂漂亮亮。每日子啊，把张王先生看到，搿就看到侬嘞，搿侬就机会来哉啦。对呀，我每天要孔雀开屏。对个，一定要打扮个漂漂亮亮。走啊！喏，来，大娘，侬要多笑一笑啊。人公好良心，壮士血里去我命。对我好家亲兄弟，张望其岁来安岁。大娘，侬搿样子打扮美女一样的啦。喂，张王先生哎，张王先生。大气何事？我家大娘说过了，有一笔账目啦，搿算来算去算不清爽，叫侬对账去啦。一笔账目为人清爽，对个，难道是我算错了？跟侬的大娘往搿里向对账去啊。哎，好，知道了。搿马相上了多少好看了？算错了呢，奇怪了。哦，水包，拜见大娘。哎，起来，谢大娘。大娘啊，侬不是讲过个，一笔账目算来算去算不清爽，搿只子张王先生来，跟侬两个人对对账，我到外头去再啊。侬放心，我帮侬跑风去。啊，大娘，跟你那两人对账，我走了啊。大娘，王先生请坐。哎呀，大娘在此，哪有我下等人的座位呀？叫你坐，何必客气呢？坐吧。多谢大娘。大娘，听大姐说道，你有一笔账目未清，所有的账目都在这里，请大娘过目。大娘，大娘，你不是说一笔账目未清吗？所有的账目都在这里，请大娘过目。王先生，今天你既来到此地，这账目嘛我就不看了。那怎可以？我有话要问你。哦，大娘有话，待问无妨。在我府中，此地可习惯。承蒙大娘大爷，
恩宠于我，哪有不习惯的道理呀？那我还有句心里话要问你。你说吧。哎呀，王帅宝啊！大娘。命难成，做与为难是何好天大的事情，我待在，不害怕呀。怕什么？就是天塌下来，也与我为你顶上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我的命你都能保得牢，保得牢。家中当家的可是大爷呀。对呀，以前是大爷当家，那时候可以把他改变。你来当家？他娘，帅爸，啊，想不到你我真是有缘。你可知道我的心意？我刚进你家的时候，我与你一见钟情，就喜欢你了。可是你是人无了，我不能这样做啊！想不到大娘对我也有这个意思，既能保住我的性命，我何乐而不为你？我帅爸，那我等什么嘞？大娘，请啊！请。
放弃。从今后，谁保只爱你一个人，那你的心里也只能有我，不能有他人了。你放心，我要与你恩恩爱爱，夫妻白头到老。好啊！开门！来了。大娘，快个门！大娘，你做什么？怎么了？这样大娘慌？出大事了！出什么事了？你可知道，你们两人这次通缉被三娘快到了？这么快就知道了？你们已经把握机关，大娘救命啊！想办法！怎么办？想个办法！大娘，你们切莫慌张，我这里为道一个主意。什么主意？快讲了解。有道是西夏修为家，北下水遭殃。怎么样？好，召集营师，给我交出来！交出来！家人们快来！家人们快来！大娘，我这起来，大娘家，人们，我来问你，问我什么？这家中谁当家？大姨当家呀，大姨当家。对，从今天以后，就是他娘当家了。比你大娘当家哟。对，大娘说过了，是要你们忠心耿耿，跟着我家大娘。大娘啊，帮你们吃香的，吃香的，喝辣的，喝辣的，帮你家中的家人大富大贵。听大娘的。听大娘的，听大娘的。今天就有一事要你们帮忙去做扶儿过来。来，怎么样？召集营师。大肚子慌慌张张的做什么？姐姐，大娘她出了什么事了？他大娘怎么啦？我不知道该不该讲。什么事？你说。大娘，我今早到大娘房中间去帮神汤，谁知今日让我看见大娘她与谁怎么啦？她与王瑞帮两人私通。妹妹，你有没有看错啊？姐姐，我没有看错，我听得一清二楚。大娘她与王瑞帮两什么事情啊？没有什么。妹妹，有我，你千万不能。你姐妹两人慌慌张张，说什么王瑞宝？王瑞宝东施西地，我好心救他来的，难道出了什么事啊？妹妹，到底出了什么事啊？大爷，讲。大爷，我今早到大娘房中为她前去端茶，对了，知道怎么了？今日听到大娘与王瑞宝，他们两人通奸。你没有看错，我真的没有看错。好，有。青子也来，落千岁，昔人终身上门回啊，也
要吃，只是真假不晓。怪不得，这只岂是有阴阳怪气了？他是进入王瑞宝通缉了。好，这个畜生好心没有好报，我救他一命，竟给他伤害于我，你们笨！大爷，大爷，妹妹，这真是假也是不晓。哎呀，大爷这样一去，会不会出事啊？姐姐，那你不要讲话，你把外甥抱好了，我去么快快啊！我赶去看一看。那你要小心了。对，思思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大爷这样急匆匆一去，我真是放心不下。对，我还是赶上前去，我也去看一看。怎么样？大娘死了，死了的好。死了就死了。哈，喊什么？你这个无理精！都是你勾引我家大爷，害得我大爷自己送了一条命，都是你害的。大娘，说来说去，他那长了一张狐狸眼睛，专门勾引男生的。好啊，你这张狐狸眼睛长得实在太漂亮了。来呀，把它拖下去，我取他的上眼。哎，我亲自动手。好。差不多了，又是一个。大娘，他现在有眼无珠，快不到了。大爷，哎呀，大爷，怎么找不到人啊？金贵打起大娘来了。死先生，这点配，你不打我，把我的丈夫还要打我！哎呦，你把我拿着，害得我上这个钱财当去了。你们一定你回去帮他吧。私下同情，你呀，当初是大爷相亲，怎么样？你为什么如此狠心？要你管为什么忘恩负义？死吧！找死！你哭什么哭？你不哭。哎呀，有这好用，也我们可以生的呀。我不会生的。啊，好吧，那就请你留着做自己的儿子。对呀，反正人死光了又没人知道。死光了，听我安排下去。大娘，那大爷的尸体与他们两个尸体怎么办呀？大爷嘛，好歹也是我的丈夫，就将他好好马归成长。那他们两个人，这两个结配，把他拖入荒山为狼。
家人们快来！叫他一时地好好忙活并早，将儿娘三娘拖着皇上一家让汤虎爷。人死光了，从今后是不是再也没有祖父了啊？对呀，这祖父的人都死光了，哪有还有祖父啊？王夫，嘿，对呀，祖父改为王夫。也我是大爷了，大爷，大爷，灭了，大娘，家人听了，听了，家祖父改为王夫。从今后我只爱你一个人，绝不会有二娘、三娘，两里也不该。当错。大爷，从中有啥？好，你总管。多谢大娘，走吧。在哪里？我是死了万事不这样。哎呀，我明白了，一对鬼男女将我踢得昏死过去，把我抛着在荒山野岭。哎呀，对，我不能这样就死了，我要去告状，我要去告状，我要去告状。我要去告状，救命啊！这，喂，救命啊！哎呀，喂，我说人啊，我路里向冒着鱼咯，到了地上困咯。哎呦，我本救了耶！是你把我救回来的。对，多谢恩人了。唔该。哎呀，侬屋里向来啥地方啦？我就是周家庄。周家庄。啊，我丈夫叫周培清。周府里面的周培清。我是二王夫人。侬是二王夫人啊？啊，搿侬屋里向介多个人高头，想法不想，为啥都落来搿里向啦？我家出了大事了。
小可，我里想出来干么个大事体呢？恩生，你哪里知道？我名叫李永福，家与妹妹李永我13多年。那天蒙大娘差事，将她收了回来，姊妹相生。哦，后来被大爷玷污了，就这以为是我。后来我们姊妹三同夫家郎，可大娘她竟做出不敦之事，与王人把两人摔上了四下通缉，被我家妹妹看到。大爷得知，先去评理，一定归难于他们，将大爷们害死了。把大爷害死啊！们要将我踢到昏死过去，抛入荒山。哎呀，我的儿子，我发现我的儿子被他们抢走了。侬个儿子被就抢走了，到政府来动啊？对。唔讲，我等去偷来。你哎，你会偷？我来边偷东西也要偷的啦。嘿嘿嘿嘿嘿。搿但是偷小人从来没偷过，我去偷偷看唔搞哎。哎，那没是偷过哦，小人没偷过，且我去试试看也唔搞哎。那我留在你家。搿就是我个屋里，我留了我屋里也唔搞。孤儿寡女的，岂不是要被别人失望？真是个，哈我也多个人，我也多个人哎。我房间拨我住，我住外厢去。这样怕别人被误会，我倒有个主意。啥主意啦？我不令我结拜为姊弟相称。我等两年结拜几弟啊？哎，搿好。弟弟，阿姐哎，弟弟放心，要是我日与出头之日，一定不会忘记你大恩。唔搞个阿姐哎，侬是我个阿姐嘞，搿么房间嘛拨我住，我嘛住了侬隔壁个小房间去。哦，侬放心，小人呢我会拨你偷来个。那你快去快去。我到我屋里忙掉哦。我知道了，多谢弟弟。哎呀。
仅是一个女儿。大爷，大爷，你快到了没？原本我以为你欠了一个女儿了，你快来看看我们的女儿。人家是儿子落地，有爹有娘，宠爱无比。我的女儿却是有娘无爹。你的弟弟已经被你大娘爱死了。你的娘却只是失去沙漠的鞋子。我只能抱抱儿，摸摸我的儿，却不能轻易亏着我儿。女儿啊，娘就是在这里生下了你，娘不知道能不能将你好好的养大成人。如今娘生病，只有留下这一张用的，是你家外公留下来的。娘与你姨娘两人一人一张，娘不久必定是否是真有无的对待儿的生病，可以保佑儿无病无灾长大成人，可以让儿文胸化劲。我的儿子长大，一定要欺负保证，请娘保证。儿啊，不要哭。儿啊，不要哭，不要哭。你深深的哭，是不是如此无聊？娘今日刚刚分娩，没有奶水。儿啊，你不要哭好不好？你不要哭，你一定如此饿了。娘为你到那边是讨一点包出来，可以为你充饥啊！不要哭，不要哭。我是一个瞎子，一路不便，更何况抱着我儿。我听这里四下无人，倒不是这一切将儿葬在梁境那边，反正我逃不这一回就回来的。对，我是将儿在这走，梁境之内。儿啦，你不要哭啊！来，你站在这里，娘啊，是吃必为啊！不要哭，不要哭！儿啦，你好好的站着啊，娘也未必回来的。哎呦！
调不进，调不进，后来调进去了，小老人个人一个没望着了，搿头小人头发里哦，还头发里个绿秀发里，小人是个头发里，我阿姐要哭死个，还能吃这照片。哎，谁又刚好用到了，不透气水出来。留下女儿一马死亲女儿负重义，心事大情。去了，我的女儿我的儿啊，你到哪里去了？女儿呀。哎呀，弟弟，哎，这哪里是个儿子啊？这是个女的呢。可是女的。对呀，你弄错了。哎呀，师傅呢？难道是我妹妹生下了一个女儿？弟弟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阿姐，我去偷小人去，小人偷头发来，跟我到半路里。看到有个小人，我不就跑来了。你是从哪里来的？快带我去！啊，快走！弟弟是我妹妹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妹妹！
姐哎，弟弟实不相吗？小人跌了搿里向个，没人要个。这乃是我传家之宝，子父的一对，妹妹一张，我一张。这女儿就是我家妹妹所生的。侬还没生啊？刚好个，侬还没生个，反正侬我等跑来得来，如果外甥女的，如果那样个，我不养到我等大哥养。对，嘿，现在妹妹不知去往何处了。这女儿就我接她养着，弟弟，哎，我们一同去找妹妹。好好好好好好。妹妹，养我，你在哪里呀？蛟龙困在千水中，为众人上九重。高山青松是虎啸，雨中落着八头羊。池塘杨柳多菊叶，千倍桃花落水飘。小神王家窑，弟弟王寿宝母亲妻子。二老爹娘不生多男，生下小生一人。我在家用功读书，家中百万富豪。想起功名利就，真不叫人不为人呀。今年乃是大别之年，我有某福前话，不免上京归考，不知道爹娘可否答应？到爹娘跟前，即去问个明白。大别之年已来临，上京
儿子宝贝啊，今朝子发在书房里向读书，到爹娘听到有3个名堂。一来向爹娘问安。哎哟，搿搭有小心个。小心小心。搿么儿来呢？那儿来嘛，今年乃是大别之年，我今有某府计划，我想上京赶考。哎，是哪里话嘞？家中8万豪富，吃的有，穿的有，上京考什么考啦？不要去，哎呀，不要去。大爷，爹的母亲，害了我苦读文章，已经有谋府计划，不去上京赶考，那我还要读什么书呢？对呀，儿啦，你身为一个读书之人，10年苦读用功，理应该上京。娘亲答应了，恭喜母亲。哎呀，大娘你昏头了！做什么？你要放他上京赶考而去，他毕竟不是我们的亲生，要是得中搞怪，当年的事败露了。周家人都已经死光了，这件事情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没有人知道的。万一，哎呀，没有万一。好好好，家里你当家，我拗不过你，我去正等营长。好，儿啦，娘，你家弟弟呀，也是舍不得你一个人出外，多少的辛苦啊！奈儿我知道了，既然爹娘同意我上京赶考，我不会记在心里的。好好好，不知道我儿几时动身？还是立即动身吧。立即动身啊！是啊，那临走之前，我还有句话要对你说呢。娘亲有教导。儿啊，为娘人上路在，金沙小儿李娘为，出门不必在家内，三岔路口多问问，自己衣裳要穿暖，衣贵富贵早回来，要亲自是几回。你大为娘花兄为娘啊，爹娘不要太操心，你们吩咐儿子亲，此非上京求功名，双亲在家报私生，把别亲人出府门。考不中啊，不要紧啊，早我点回来。知道了，爹的母亲在家保重。努力当心，以贵不贵，早些苏醒。但愿高中共上清。大娘，你说错了，不要他高中。他既然要上京赶考，有考无考，让他考一考。但愿他不要高中回来哎。呀，你这是什么话？我的儿子读书多少的辛苦了，你难道还要他不会中吗？你话倒讲得好听，啊，我的儿子，我的儿子，这个儿子是你亲生的呀。哎呀，难道把他养了这么大了，你还不当他是亲生的吗？哎呀，大娘哎，有道是毒不通，肉不亲。他万一要是高中知道你我当年的事，莫说是孝敬你我，两人的头都保不住啊！你不要你人你鬼的，
你放心吧，没有人知道的。我是不放心啊！经济上总是心惊肉跳，心慌的很啊！慌什么？你看你呀，以前这样子瘦，这样子高，现在呀，这样子胖了，发福了，就算有人知道，也认不得你了。哎呀，还年纪大了，吃得好，穿得好，哪有不发福的道理？你呀，不要笑，你越笑我心越慌。这万一没有万一，不要说了。不要啥？你呀，经过安安心心的在这等喜报，等我儿高中了，我们就是上月的老太爷、老太太了。但愿你托你节言。放心，放心，放心，我是一点都不放心啦。大爷呀，你哎呀人家嘛人小多多家，你是胖子多多家。哎呀，你这个心放了真快。哟，祈祷。马扎宫花中哀鸣，钟灵一里又上林，春风得意马蹄前。与我结发为是家，下回王家呀，上京贵考得中头名状元，凤凰之余命我有家3天，3天有家后边回京而去，待我回京造访，下去书信一封，回走家门，叫弟弟母亲同享荣华富贵，叫左右与我去恩堂。是的吗？是的，那你要小心了啊！好，我在这里等着你。知道了。哎呀，少吃顺缘了。对，我是到港府去嘛。哎，马不了。哎，你娘开王水宝来马不要嘛，小哥。娘开，王水宝王大爷来。马不讲。儿郎，你怎么了？我的家被骂到了。啊，怪不得这么热闹，怎么家里的
王瑞宝个杀了婊子那个哎呀！你个好师傅是个17刀个再会跑啊！小帮我帮着嘛，我得来，娘就别开。娘舅，那背了动啊！1、2、3，小心了，小心了。大人冤枉，冤枉！这个是。大人冤枉啊！冤枉！哎呀，哎呦，这个眼瞎了，一眼瞎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老子眼瞎知道你了，都是我，哎呦，是我撞到你们了。你是不是？哦，这叫我啊！中我。哎呦！你是中妻子吗？我就是娘吗？侄子，妹妹，我好了，你眼睛怎么了？收的。是大娘与王瑞宝，他们害死了大爷，又将我去扫墓。侄子，妹妹，你不知道我死里外生，我为大爷外生下了一个女儿呢。女儿，这次我为她去讨不着，只是我的女儿也不见了。妹妹，不着急好，侄子终于找到你了，你我等着。儿啦，弟弟，这就是我13多年要找的妹妹。可是阿妹，我小人跑来自己的。你是他生的，他是你的亲娘。什么？我是他生的？那你是谁呀？我是你姨妈。啊，你是我的姨妈？妹妹，你来看，这是谁？是你的女儿。娘，我的女儿。娘，真的是我女儿，真是你所生的女儿。女儿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我的女儿怎么会在妻子身边的？妹妹实来话长，那是我弟弟找到她的，可找你不在，我们四处寻找，没有办法。这10数年来，所以我把她当作亲生女儿养大成人。哦，原来是这样的。娘，女儿，你的眼睛怎么了？娘的眼睛看不见了。姐姐，妹妹，我听人说有青天大人出逃来了，我要去告状，我要为大爷去告状。好，我等打开。好，弟弟，我们快走，妹妹，我们去告状，一定要告透他们。告状，你要小心了。去告状。不老人啊！中草原也不登天，却看我儿郎双全，苏醒也风为父蒙恩，借我的娘向我恩。搞什么？老太爷他不在到，弟弟母亲来了，有请。娘，哪里的？小公子，哎呀，你也来了，没有。八戒弟弟母亲，起来，谢爹娘。哎呀，这身打扮真好看。是啊，少经贵考，得中头名长女。威风。你大姐，你还是尽力而去，继续享福。好的。好啦，弟弟母亲，路上可否平安呀？路里向一切平安。好。好啦，你今日做官，听娘一句，做官一定要做清官。
弟的母亲，你放心，孩儿我一定做一个清官，为民作主。对呀，嗯，一定好，要为民造福。大人生冤啊！哎，今日爹娘来了，有人接过陈告，弟弟母亲，那今天不要升高，为是为儿老爹娘。儿啦，为娘平时是怎样教导你的呀？娘360天空的事儿，随时都可以办的，这孙女是大事。对，有道为民作主乃是头顶之事。那弟弟母亲，你们是不是尽力而去，待儿送我了回去，再来续待？好，请贵少人3把火。孩儿我知道了，做亲官啊爹娘请进来。好，教左右，有。与我深恩道。来呀！走，接过身上道。结果人上呢？大人生冤啊！我们叫声了。大人生冤啊！哎呦，教育人迷他瓦贵是啊！你们教育之谁？这次前来接过陈告，为是口述，为是长子，也是口述。好，既有口述，不知道有什么欲望，与我从实地讲来。是。大人用兵请请大人教一声，礼乐是黑冤屈来相比。还夫名叫在陪亲，苦恨大娘太狠心，私通奸夫失亲啊！
梁石头，你们高上告的是王瑞宝夫妻。真是王润宝夫妻。哼，王瑞宝夫妻我知道得一清二楚。他们一对名妓夫妻，乃是经商之人，心地善良，岂会做出丧风霸着此事？你们不要诬告好人。王瑞宝非是哪一个，就是我的爹娘，难道我会不知道吗？怎么，王润宝是你的爹娘？正是。在大堂之上，你不应该进来冒认过去。你知道王瑞宝乃是你的旧人，我是你的儿子，你有何为避？何不为避？16年了，这支支吾的就是为避。哈，这支吾的我从小挂在胸前，怎么是你的呀？你要知道，你是在深入作父。他们害死了你的亲生父亲，抢走了你。这张支吾的乃是我全家之宝，姊妹各有一张。喏，你来看，这里还有一张，就是支吾的承担。带我快来，支吾的承担，亲身相能见。你就是我亲生儿子，这16年来，害得我母子分开。听你以来，句句是真的吗？叫不方言，可恼，可恼也。听你的话，我却明白了。待我教他出来，你有胆量与他做一个对阵。有胆量。好，来呀！走，我与他也一对夫妻，一等人上堂。一等人让你。来啦来啦！哎呦，看你这叫不叫啥事体嘞？你啥事体啦？弟弟母亲啊！在大堂之上有人极力告状，谁知道一告两告，告到弟弟母亲的头上来了。啊！我俩夫妻好端端的告到我头上，告我什么呀？对呀，而我也不信，在大堂之下，你为自己去做一个对阵。对，哪一个大胆？竟然告我？可以呀！我是谁？啊！一对狗男女，整整16年了，今天你们的么子到了？你是谁呀？我不认得你。对，不认识你。儿啦，这个人我根本不认识。儿啦，这儿是你的吗？哎，你这话说的，这不是我的，难道我是你的呀？16年前你抢走了我儿，你还说得出口是你儿吗？我说八道。儿啊，你不要听这疯婆子一派胡言，你是我杀了谁的谁呀杀出来的。儿啊，要是你不信，你们可以胆量在公道之上继续相认。才是，哦，才是他，才是，想不到你作为一个女流之辈，乃是周家之险，谁知道你做出了双峰霸着
此事，你不应该抢走了我，当作我是你的亲生，把我亲娘赶出了家门，把我姨妈挖去相貌，要我责他。想不到你一个女流之辈，为什么会心胸得烂？王守邦，我以为你是我的好父亲，你是一个读书之人，你枉读诗书，当初没有我家弟弟相救于你，你哪里来的荣华富贵？来呀！将他一顿人与我统统的崩下去宰了！哎呀！就不怪你，娘不怪你，你不知道的缘故。这位就是我的姨妈。对对对，姨妈，快快起来起来啊！娘，我有2句话没有来呢。对对对，娘就来了，娘就来了。呀，好，我下去几句。阿家跟娘啦，拜祭举父。哎呦，阿啥？举父，哎，你救了我的母亲，为我的姨妈。从今以后，你也不要回家，我当作是你的儿子一样，同享荣华富贵。将王给为丈夫，对，将王。